你好，歡迎來到 Rust 全面學習課程。這一講我們搞定兩件事，把 Rust 環境裝好，跑通第一個真正的程序，不需要任何 Rust 基礎，佢用命令行就行。整個課程一共24課，從變量一路講到分布式鍵直傳輸結課項目。今天就是麥理長征第一步，先閱為什麼值得學。第一，內存安全。Rust 在編譯期就能攔住空子鉗、野子鉗、數據競爭，這些是和 C++ 裡最頭痛的坑，而且不靠垃圾回收。第二，性能和 C++ 同一檔，沒有 GC 停讀。第三，工業界已經用腳投票 ，Windows 納入 AWS 的底層、火狐瀏覽器、船友字節和 Discord 的核心服務都在用，學它穩賺。安裝只靠一個工具 Rustup， Windows 上下載 Rustup Init 運行，一路默認即可。裝完在命令行敲 Cargo Version， 能打出版本號就說明成功。記住這張圖 ，Rustup 管工具鏈，工具鏈裡有編譯器 Rust 和包管理器 Cargo， 而我們日常打交道的基本只有 Cargo 一個。日常開發就三板斧 ：Cargo New 項目名，創建項目。Cargo Build 編譯 ，Cargo Run 編譯加運行。注意 Cargo New 自動生成的東西 ，Cargo TimeL 是項目清禪，放依賴和源信息 ，SRC 目錄下的 main rs 是程序入口。編譯產物傳進 Target 目錄，記得把它加進 Git 忽略。本課目標寫一個猜數字遊戲，程序隨機上一個1到100的數，你來猜，它提示太大。太小算是正好，別看程序小，這100行不到的代碼，把 Rust 的變量、輸入輸出、創處理和模式匹配全都串起來了。先看運行效果，猜50，太大；猜25，太小。來回夾逼，最後命中。這是完整代碼，不到30行。別慌，接下來我們一段一段拆。先整體數一眼，頂部是導入。中間生成神秘數字，然後一個死循環裡讀輸入，做比較，給反饋，猜中就 break 跳出。列構非常樸素，對吧？先看依賴 Rust 的第三方庫叫 crate， 全部集中在 crates.io 這個倉庫，類似 npm。想用隨機數，就在 Cargo TimeL 的 dependencies 段寫一行 ran。第一次 Cargo build 時，Cargo 自動下載並編譯所有依賴，從此再也不用手動下庫配路徑了。代碼裡的 use 語句就是把社裡的名字引進檔前文件，生成神秘數字就一行。ran 商務號 thread rng 拿到線程本地的隨機數生成器，調 gen range 生成範圍隨機數。注意這個寫法，一點點等於100，表示1到100，兩頭都包含。這是 Rust 的範圍預法，結果用 let 綁定到變量 secret。記住 Rust 的變量默認不可變，只能讀不能改，想改要加密關鍵字。下一課細講。接下來在循環裡讀用戶的猜測。readline 從標準輸入讀一整行，傳進字符串 guess。注意參數寫的是 mud guess， 要拿可變引用才能往裡寫。這裡第一次出現納誤處理 ，readline 返回 result， 用 expect 斷言它必須成功，失敗就帶着信息崩潰。最妙的是遮蔽，下面又聲明了一個同名的 guess， 類型換成了 U32， 用同名變量裝轉換後的新值，這是 Rust 相當地道的寫法。trim 去掉換行和空格 ，parse 把字符串轉成數字，核心判定邏輯。guess.cmp 全 secret 拿到兩個數的比較結果，交給 match。ordering 枚舉有3種可能 ：less、greater、equal， 3個分之一對應，太小，繼續，太大，繼續，猜中了，打印祝賀，然後 break 跳出循環。重點來了 ，match 必須窮盡所有情況，編譯器強制你考慮每一種可能，漏一種都不給編譯。這個特性貫穿整個 Rust。後面佢反覆見到它。跑起來看 Cargo Run Release， 第一次佢先編譯再運行，之後秒起。
我猜50，太大；猜25，太少；37，太大；31，中了。這就是完整的遊戲循環。建議你現在暫停視頻，自己敲一遍代碼跑一跑，手感比看10遍都強。注意到剛才命令你的 release 了嗎？Cargo Build 默認是 debug 模式，編譯快，能打斷點調試，但不做優化，跑得慢。加 ---- release 才是正式發布版，編譯慢一點，但運行快得多。數值感受一下，同一個程序 debug 400毫秒 ，release 80毫秒。代碼裡旋能用 CFG 感嘆號 debug underscore assertions 這個宏勾分兩種模式，比如只在 debug 打印診斷信息。記住本課程的約定，所有事例都要 release 編譯通過。最後看看測試。測試函數頭上加 test 屬性，函數體利用 assert 斷言。這裡有個聰明的練習，讓程序自己用2分法玩猜數字，1到100，最多7次必中。因為2的7次方是128，大於100，7次2分一定能複習。測試一跑，錄了，說明猜測邏輯是對的。Rust 的測試就這麼直白，後面有專門一課細講。小列一下今天4件事：裝好 Rust， 熟悉 Cargo 3板斧，寫完猜數字遊戲，順手建置了變量、創處理和 match， 理解了 debug 和 release 的勾別。課後作業在章節 README 的練習勾，記得做。下一課，變量與數據類型。我們下期見。